台天地，欢乐相聚，热血弹唱，盖亚评比。观众朋友们，今朝的诗情录啊，我呢要向大家介绍一位从艺57年的诗坛老将。对，你就是你观众朋友们十分钦佩、十分喜爱的得女伤心的高文来。各位观众，我想用不着我介绍，今朝到我们平台天地来做客的这位嘉宾，是平台界一位重量级的人物，大家非常熟悉的知名演员高文来高老师。高老师啊，欢迎侬到我们这来做客啊！你太客气了，不是，不是重量级，不容计划。哎，侬讲到不容计划倒像是的，这个高老师经营侬高手啊？虚三78。哦，侬到300岁还是保持着搿能样子介好的身材。因为我这个胃口啦，不是像一般人那个蛮嗨的。我荤菜吃不多的。纯人蔬菜的来三个。哦，吃得比较清淡。哎，这个我在想，这个对高老师对侬做人也有关系。侬平常我发觉侬还是比较呢，总归想去追求一种平淡的生活，是吧？对，对，没办法。那么我想，侬搿能样子这个一位知名的演员啦，大家呢，我想观众也想晓得。侬是哪能会得走上这个诗诗的这条道路啊？诗诗呢，因为我小辰光呢，的一个诗诗的这个人可能因为呢，诗识得不大，就想开学。所以呢，屋里向言辞琵琶侪有个。那么我这里这个是一个门堂之里啦，而且你个太太呢，从小看我大个，也比我到10几岁的。那么我读书呢。你个到底苏州有辰光书上蛮多的，有辰光根本应该去听书啊，有辰光嘛路过，而且也3长夸噻，进去听嘛，这个不出动力的啦，叫听作书。那么我倒蛮欢喜听的，因为你到书里向总有噱头的，是啦，我蛮欢喜幽默的。那么而且我那个音乐浪向呢，蛮敏感的，你到台浪向。琵琶譬如上拨、中拨、下拨，我一看就晓得在哦，哆咪嗦，咪嗦哆，啦，就晓得的。那么，所以回到屋里呢，这个这样开活动之里，屋里向有弦子琵琶嘛，我就一直弹的。那么弦子比较省力，那么我就拿着弦子弹。有辰光再卡张不个，用哆咪嘴的浪我弹的。那么这个摇浪比不大赞成的，这个。还有一个乡里也叫我去做了多少次，你回头这个，各种诗诗嘛叫有10年讲呀，一切女生都忘记个，然后就分歧，分歧这么大，17岁呢，我带这个乡里人家，这个北方讲街坊吧，去河台享受，那河台享受嘛，我就搿些辰光这个东南湾人在。我话根本是个啥个唱不大唱着，那个，也获得20岁交房，所以有时呢，我就平台就这个不去平安不接触着，哎，这个开店呢是蛮欢喜的，哎，所以会得唱的不是。那么等到一交房呢，你父亲大概阿哥呢才11岁，那么这个台享受呢还多着。有好手抓住，不生活着。那么当年妹子一旦出来，一旦出来是吧？当时不上么是做门了，样样在做这样。盖茶叶，北上深沟，盖西瓜子，缝白的，织毛线的，做衣裳，织绒线，扎的，样样在做的。但是呢，尽管这样呢，我一口子跟那个人做，还是不能解决5个人的生活。所以到3月呢，这个就是你这个这样开我太叫顾正明了，你就大概个叫有些人我个老师啊，康文秋说你哎呀到底去实习吧，你都实在也讲功夫了噻。我们来去这个你跟你去实习嘛，那是这个每一天有收入嘛，记住来嘛都可以开火锅给。对。那么就到我去，那么跟出去嘛。蛮靠的，出去嘛再出去，不出去嘛我不说着。那么今朝要跨地带这个地方，明朝就要开始，1上1回，1上1回。
所以我当时光对个识字啦是怕得不得了，这个位置是很不老的。高老师啊，听说讲侬不仅这个评弹唱得好，而且侬对当时市民要想流行这种歌曲，侬才交关熟悉。因为原先那是我发平台，那么学手指了上面各方面经我这个去学歌子呀。出来一只个我这个不晓得字，我认得才会去问的。你还有个书的，我去翻字，背下这个我背得出来，那么我就定性一只歌。当时光那个种叫追人，钟川阳，庞丽勇，杨明，跟我们里向来。罗八光，魏玉郎，张璐，这个是这个老一代的种流行歌手。我才会得唱个基本了。那么今朝交关好，观众朋友们，那福气交关好，阿拉请高老师是不是得大家喊一只？喊一只。那我一只搿只那我有辰光一直也哼哼，但是还做现忘记脱了嘛。搿只叫搿个是。还是有一只叫风光时光，风光时光，最近的，里向有一只叫太乙的战人，风车是我们的报晓记，多少的声音跟着他起，前门叫卖菜，后门叫卖米。高老师啊，没想到侬到现在还能唱得介好。现在不那个啥道理呢？我就觉着哦，假使讲侬不唱评弹啦，侬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交关好的一个流行歌手。我去教去唱哦，因为这个那是这个过程明白的。你曾经那苏州戏院有个茶室，搿里向侪是不是唱歌叫群芳会吧？侪唱歌唱戏的。那么那有人个带我去我进去听的。那么。有些来那谁跟你娘讲，哎呀娘去唱歌吧，那么我摆得起来，叫一个搿个人叫啥小红，啊来唱帮听听看呀，那么我唱嘛就唱啥。我最高呀！我当时就有了个这个日本搞的，那么我看不来的，没，那是你等下到台上去唱，你说好呀，马上台上唱，我到那个我大讲我不唱的，我不唱的，唱那个台上不去的，我破台湾那个，那么那谁是分过去嘛，一家最非常，假使第二天侬搭上台个，这些我得唱的，侬就是个歌手。现在我因为活动嘛蛮还下歌嘛还蛮还的。对。但是我想高老师啊，也不一样，啥道理呢？因为侬这样子对音乐的处理，这种乐观的理解，对歌理解，难道侬今后平台事业当中啊，侬谱唱开篇也好，唱旋律也好，这个当中对侬这个歌手对作品的理解，对一个传承呢，起了交关大的作用。是的，没帮助。我们侬啊，为这个交关开篇旋律谱曲，那么下面呢，我呢请大家来欣赏一下由江文的老师谱曲的。唐朝诗人张继的《枫桥夜谈》。
师啊，刚刚侬讲到侬对伊平台有种未知师傅的种感觉，那么后来哪能又进了上海平台头呢？那么因为屋里向养了阿哥这个工作不解决，我只还坚持下去啊。坚持下去，我心里想想下来，我也唱，这还是讲唱下去。那么有些人呢，这一年呢，到复习去演出。这个电台上叫我去唱开篇，唱到十六。那么我为什么喉咙比较嗨？每这样的呢，这个蛮显得是喉咙。那么你听子呢，这个觉着，哎呦，讲来你这个喉咙嗨的啦的。那么这个人叫李在英，一个女同志，李三头帮我讲，你哎呀，参加上海平台头，我飞，我恨不得明朝就要走起来，这是，那是蛮嗨的呀，那个，我说我非是要破样，我不是，那什么那啥啊？你黄说这个平台头里有其他行政工作的，是吧？你讲是觉着不欢喜这事，但是头里向那么编制于在这个国家工作人员，那么你还是可以要求调动你比较少个欢喜的工作。那么一听还调工作得没啊？我不是这个觉得去做这个一个工作不我来激动一个月，我总做开个点工作，我这个有种雇佣观点。那么你讲哈个，那么你帮我小孩子们，那么我就寄到上海，寄到上海嘛，上海在之前我们来复习，有谁了一次的复习。那么个上海头里像张鸿生、杨银梅、那个周仁党。三当了，我那城里向面有里到了城号的欧福楼，那么到三面叫我去唱，那么我自家杭州走来，之前学会一只课文马步，那么你都讲来我的唱第三，我问我这样的语调，那个香港语调我不大会唱，那么都是，那么你唱上后让你自己谁的的。那么你到那个高上嘛，最远在城区在楼上到下一面是楼下的了，不女个高上呀，一唱就来一个也做心不干的，最来是个做心不干，那么我知道比我唱嘛，是脚背的脚干的嘞，如果唱出来嘛，这个叫这个市场的一个女的，这个职工叫你讲，哎呦，我在老郑州讲的，实在干不够样，我背得出来。那么上海来大概是一都觉着喉咙在蛮嗨的，这个心里也的。那么等到有些到春天，那么就叫我到上海去复试，到头里去复试。复试嘛，跟人到一个问我来唱啥？我说我们唱江烈吧，太多了，唱江烈那个，然后那个我们来唱啥么家？现在你还结婚？那么个这样有点还受害了，那个一直听里向的，那么你到原来唱现你好，他们下来是碰来这次写下这个写曲我对到这里喊个当这里面唱现你，我里头这个你的不上这样的也没那么翻唱，那么都是那么原来你帮你带椅子走啊，那么你帮我带椅子，那么我说想你什么生与干，你都是原来。一直唱完，那么这个么来石头诗呢？那么石头诗嘛，十面节目，我事先学会的十面节目。那么还给我来这里拼一头，那么两高头就讲一讲，希望相见。那么我为什么讲？因为拼上当个上水叫朱坚定，一直让十面节目，用不着这个年头走改。那么你们这个我说李福松的，但是我说给他的，大概从5分到10分钟。那么设置是复试汉子，复试汉子那么这些人讲大概是9月份复试上，那么到10月份嘛，你到小新来着，小新来这个来11月3日来办的，那么我去走，因为我大概跟人个合同大概是到9月底或者到10月底。那么大家晓得，刚刚已经听到介绍了，江文来老师呢，只有一曲离调打动了上海平台的介许多名家的心，留下来。我就请大家欣赏江文来老师用离调演唱的《龙欢喜》的戏段，口文马步何太凶。啊
侬进团的辰光，侬个艺术呢得到了大家的肯定。但是我听说讲，侬个性也蛮强的。脾气蛮强的，是个。那个叫说有些嘞，好总是有辰光好讲不来，那有些辰光讲起来我不得。一把对方，我在往上头上上。那么我说我不来，我是天生这样脾气呀。那么哪能说天原来弄的一把对方上头？还是三代大钱的，那么你也么大亲。那么那就是讲我在那个你这个头的对面花园里啦，对面院上没盖个理工房，是实际头的。对个。因为你当时啊，可能现在个青年不晓得了，当时平台段呢。在了延安路浪向，就是现在儿童艺术节的旁边了，跟实际头了一道。一个门堂子里出进来。对。那么你这样子里到到理工班嘛，才够去干纪念活动。23头七，那么里向嘛把这种上个台子，然后把第7月，那么就每年呢也毛一样么子，把作为大家买菜的，那么等到大家在街舞啦做纪念品的，那么。地浪向面最进去一颗辣烧粉来的，哎呀，我说啥天？他说喏，晚上分呀，呀，等下天舞的哈，一天舞个，哎呦，我们再翻对个种，哎呦，我说我是第一天个，不会天个，哈，你不会天个？我说我根本不欢喜，我不天个。那么我的自强个头长胡总是最进来，听见了啊？那非不欢喜天舞啊？嘿，可是不来个，你不会么好啊？那我给听就哈哈，半夜天噶，哎呦，可是不来过我想，那么我马上当喷在一个头本部，厕所里向门打一棍么拨了去，不着急。那么这些，这些这个叫陈秀来帮门子，干嘛来？刚来，说天我讲，来，没开门啊？不开我非天不天讲。哎呀，不会得半夜天的呀！我说刚才不是好多张讲半夜天，我说半夜天嘛，我才够出头开。我真高兴。我想我到外头去嘛，我总归5块钿一日天也3头。假使搿能样子，侬3号进团，2号出团，就到有一桩大新闻了。所以江老师那个个性呢，实际辣伊个作品浪向呢，也体现出来了。下面呢，就请大家听一段由江老师谱曲的一只。开篇。是
牺牲非比真虚有，更何欢迎用两否本肮脏，因此他会混有所记。沙门香。泪目宽。张老师啊，那么刚刚侬讲到了，倒是不想到医院，甚至呢进了平台段还想去改行做行政工作。是呀，是呀。那么侬从啥辰光开始坚定了侬要搞平台事业的这个信心呢？哎，我们呢，阿拉文化大革命前，基本上是并不是这个随身性团入平台。搿么说起来，你呢，但任务的一直完成的蛮好。那我就是讲，我有点高勇看点。还在我拿这个点工资，那么要叫我做事体呢，我一定要尽力做好。我讲我个人呢，随便做啥事体，就是三辰光做水工啥个，我蛮追求完美。但是那距离完美啊，但是我是追求完美。对。所以我平台呢，我还是这个意思。我做事呢，我做得尽力。对，虽然不是真心的欢喜，哎，做还做得一好。那么这个我自个再想想，哎，平台嘛有音乐，有文乐，那么我两样嘛是最欢喜的呀。最欢喜嘛，你哪会得在平台的哪发出个随身信讲？哎呀，我这个不对，我话12岁你说了，我教师还能说是我，他们我也还确实在。阿拉反思。哎，反思。那么要10来年的人说呢，66年开始复试，一直要到7、8年了再试的呀，要10多年了。对。那么所以等到重新再试，譬如第一位试好像是我到苏来是这个当红龙。那么是不是这个一位试开始呢？侬就开始了，侬得苏轼老师长期合作的那样子个经历。不搿个到苏来是还是搿个了。
我54年进入的啦，5年的春节。哦，就开始拼档了。哎，侬到苏志英老师从1955年开始拼档，一直合作到1984年，长达30年。30年。那么人家在讲啊，那两人合作呢是模范双档。哦，还不记得。讲到模范双档，我等我今朝请了2位嘉宾，侬看看侬还认得伐？来，有请。哦，高老师，高老师，2位嘉宾侬侪熟悉个啊？熟悉过。好，做搿能好吧？阿拉大家一道坐下来，请伊拉2位来讲讲。好，有请。这个2位呢，嘉宾呢，一个呢是原来静安区中心医院的张医生，一个呢是第4人民医院的苏医生。那么伊拉2人呢，也是夫妻档。搿么也是硕士啊，不是硕士的夫妻档，伊拉是听书的夫妻档。而且这个夫妻档呢，是苏高档的粉丝，啊吧？那么哪2位呢？因为对高老师侪比较熟悉了啊。张医生，侬是不是介绍介绍高老师的情况？阿拉呢2人呢，侪是对高老师呢相当崇拜的，尤其是苏江档，因为啥呢？苏老师呢的高老师2位呢。辣搿艺术方面呢是相当是专业，而且辣搿个地方呢，各个设施的过程当中呢，说得相当细腻，尤其刻画人物啊等等各方面，我觉着相当好的。那么我曾经对江老师讲过一句闲话，那么我想大概江老师也勿会得忘记脱的，因为啥呢？搿辰光评最佳演员啊、电影奖相当多。就是没平台的搿个物事，我要是有得评的闲话啦，我讲。高老师一定要评一个最佳下手奖。是的，这个侬讲到这个高老师最佳下手奖啦，我想讲得交关对。现在搿种好的下手已经寻哪勿着，是吧？是。那么首先，侬辣长期听书当中，侬对高老师哪能个印象呢？我对高老师印象呢，伊这个对艺术呢相当精益求精。伊这个设施、表还有个创。相当专业，伊这个唱腔呢，伊可以从一个转门或者一个转调当中，就各个里侪会得唱得出。我听伊诗呢，真是一个艺术的享受。像苏老师呢，伊老会采取辣人跟大家生活当中的生活当中吸取一些笑料，譬如。一次呢，我无意之间对伊讲起，伊问我现在是啥个级？我讲侬现在是更年期。那么后来呢，伊就用到书里向去了。是的，搿也84年大年夜吧，那西藏市上一场演出，那么你松卡、盛世文学苏拉斯3位玉心的那个欧荡风，就是马三门。哎的，那么李前头就上去了，就也讲脱2声开场白。又讲起这个说，我是上月份演出的，昨天已经发了个，来年呢生活也发了海个，那么再讲呢中年呢也发了海，那我弄不懂这，我去问医生，那么我到底是啥个年？说你现在么是更年，然后我就哇一着了。是的，是苏轼老师确实是善于啊，用的生活当中细节来放噱头。是的，高老师还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讲伊的。苏老师相处的过程当中，拨我的感觉啊，我觉着伊也相当尊重，苏老师。我觉着伊呢，对伊呢，好像有一种啥个感情呢，就是亦师亦友搿种感情，也难得的，搿种是相当难得的，就是相互当中侪是非常尊重的搿能样子的感觉。那么这个1984年后头，苏老师的身体一直勿好，后来就住到那静安区中心医院来。是。那么医院里向苏老师哪来着？苏老师呢，伊也是蛮坚强的，对疾病呢也做出了一定的斗争。所以呢，但是呢，因为搿个毛病呢，确实是为天无来，葛么也不得不走了。那搿个过程当中呢，我发现呢，江老师呢就讲对苏老师呢各方面呢是相当关心的，尤其把我感动就是啥呢？伊就讲千方百计要寻良药，寻好的医生。拨伊治疗，那搿种也是难能可贵的啦，是吧？相处介许多年数，你讲伊对对苏老师，江老师对苏老师的一定的
感情的表达。那所以我觉着也是相当好的了。结果刚才啊，张医生、施医生啊，难得我们观众朋友带来介许多幕后的消息。好，谢谢。张老师啊，侬参加了上海平台团以后啊，我听说侬除了对肉蜻蜓唱片的加工以外啦，还参与了不少中片平台的创作。搿些辰光也搿创作呢，侪是现代的吧？传统的大家搿。所以57年辰光，大家改过搿个黄土头皮。是，搭是一只麒麟党。其他还在我一年当中，不少新改的那个传统的中片。传统中片。还有一只是杨玉梅的李英，但是你是长片捞出来，捞4位数，不是这个重新创作。对。那么留下来嘛，让谁去改冲山之围了？冲山之围。冲山之围嘛，因为你搿些辰光去也是下乡，三个上山下乡的，那光复。那么因为天气说搿些辰光适用回啦，搿个雨季的，搿个江南搿个路埃面路。设施那个。埃面路南的路坡了啥个？那么结果去改搿什么？第一个叫冲山之围。那么第二个呢？现在导说，这个第一个呢，觉着讲啥比较散。那么第二个再改嘛，搿些辰光呢，我蛮欢喜的，提名字。做些什么冲山之围，讲啥特色？还稍微私人点。那么我想，因为你是小的群众，那哈样子百无新四群。那么我说讲，搿搭的冲山半壁侪是路堂呀。咁我说讲路外青青，哈个。我路外青青就是小群众者，还是路外了啥？那么搿只路外青青嘛，就是讲是啦，冲山之围上改变蛮大的。改变说有些那个啥，搿只路外青青也离了4根个了。高老师啊，侬是何里年退休啊？我是88年吧。88年退休了，到现在退休只要毛廿年了。但是我晓得侬人退休，侬实际上像一眼也没退休，侬还继续了为平台事业培养这班人做了交关工作。因为现在我越来越觉着平台这个艺术啦，可以说有辰光效果是应该是超过稀缺。而且个平台呢，从容量讲起来啊，高得不得了，深得不得了。你随便几好学问是还包了海。天文地理、中华古今，你觉得你懂，那么语不心想，你懂个侪还包进去的。你讲出来对面个侪是一种知识，我觉着啊。所以我觉着平台呢，这个现在越来越觉着你是蛮可贵，这个一个颜色啦，而且你是用法上来好教本地的，画个本来角色一本万利。你如果识得好个啦，可以生活在角角落里，一竿子杀，人家会得念念不忘，永生铭记有种么子可以。所以我觉着平台的艺术的魅力是非常足，教育作用也非常大。我一定要为你尽力。是这个我记得苏州平台团的中片大脚王，我到苏州采访的辰光，哎呀，江文来、邵开生两位老师还孜孜不倦来对他讲书、讲情节、讲这个片子哪能炒。哎呦，我当时是蛮感动的。那么我觉着我搿种上会得，哪怕我身体不在哈，我觉着蛮有意的。为啥呢？因为现在有不少搿种青年啊，你来个书没听上。有实事应该也那哈，你不大晓得。这些的我对书背出来的，但是我就一直讲的，实事不过是这个样。要人了书里，但是这个书辣你心里。那人了书里，这件事物不见生命也不来的，但是这件这个叫不了是生命里向，你不感觉树木也不来。就一定要这个辩证的。你既然一本书塞了在心里，你可以学会沟通。但是你逢得演出辰光，进入这个角色，你人要投入进去，认得书里。对，高老师的总结个8个字，我觉着是